说大的，他妈那么那个什么了呀？这些别甚至说的是不是都？首先问候大家。那么今天呢是马二夏季课程的第11堂课。太这是那个数据其他的不大用就啥呢？俺不是各都谈不的嘛到呗，各都你不的那么这次大概会讲到就是第一次结集。大概讲完第一次结集，就算是讲完了这次的课程。那么，但是11号就会是有这样子的，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个赞颂的一个法会。但因为又要准备课程，然后又要有这样的准备，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一个礼赞，就要同时准备，会比较困难一些。但我还是花比较多的心力是在课程上，再有多一些时间，还是要准备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礼赞文。所以总之呢，11号还是不会改变，或11号会有这个法会。但总之呢，课程就是讲到哪里就第一次结集讲到哪里，内容就课程就讲到那一天就结束。那么之前我们谈到，我们在经论当中主要引据了2个部分来讨论这个第一次结集。那大概第一个部分差不多快讲完了。那么结尾就主要依据的是这个4分律里面的内容了。那差不多到了结尾的部分。那么也就是依据了画地部的这个5分律来讲说，这个阿难对这个车夫车逆也叫做阐陀说法的这个内容。还有这里面也会引据到这个上座部的前度的这样的律典里面，也有对于这个阿难对于这个车夫车逆或者叫做阐陀的一些开示的内容。那么首先呢，我们看一下有一位印度的学者，他叫做戈耶尔。那么他首先他说过呢，在第一次结集当中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在第一次结集当中他们决定了要给予这个佛陀以前的这个车夫就是这个车逆，也就是当时佛陀他不是逃离了这个皇宫吗？要去这个修行去。那么当时陪伴佛陀的这个逃出皇宫的那个车夫就是车逆。那这个车夫车逆呢，他其实个性呢是非常的这个
可以说是很不好的。所以呢，他也总是会说一些很恶毒的话哦，造成僧团很大的这个困扰。所以当时在第一次结集的时候，很大的一个议题哦，就是决定说要给予这个车逆最重的，或者说最高的一个处罚。这个处罚呢，就叫做梵坛。梵是这个梵天的梵，或者是坛，就是坛城的坛，梵坛或者也叫做梵杖，就是个手杖的杖哦，梵杖或梵坛。那后来这个车逆他也就成为一个比丘嘛。那因为呢，他作为一个比丘，但是他在这个僧团当中，他是总是会，因为他非常的我慢傲慢，然后他轻视僧团当中的很多的成员。那无论这些僧团中的这些成员地位的高低哦，他都是非常的傲慢对待他们。所以当时他们就决定要给予他很重的这个处罚，就给予他这个梵坛，或者是叫做墨病的这种处罚，叫梵坛，或者就是一般我们说叫墨病，他的这种处罚。所以就给予他这种处罚，然后禁止他参与一切的活动，然后墨病他，然后宣布这个处罚之后。那据说他也深刻的忏悔悔过，但后来他也成为了一个阿罗汉。所以这是这位印度的学者他研究之后，他有这样的一个研究，他的一个说法。同样呢，这一段的故事也在说一切有部。这个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当中，这也是藏传佛教的这个律典当中呢，也有这样一个记载。所以当时呢，这个阿难他就这么说，他就曾经跟佛陀世尊说过，他就说这个产陀比丘，他的性格是非常的猛恶，然后总是很带着嗔恨的，总是会造次的，然后总是对那些其他的比丘呢说出这种粗恶的言辞。他就问佛陀说：“那您如果这个灭度之后，您圆寂之后，我们该如何跟他相处呢？如何跟他共住呢？”佛陀就跟阿难说：“在我这个灭度之后，你们就应该要用这种墨病的方式去对治他，那或者说就是这叫用梵坛的方式、墨病的方式去对治他，让他升起这个忧悔之心。”像这里面呢，这是中文的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里面就只有这样子提到，就说用这个墨病的方式去对治他，让他生忧悔之心，然后让他知悔改之后呢，然后用可以欢喜的共住并没有像藏文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里面还有提到有另外一位尊者呢在来给予他这个教诲，并没有提到那一句这样子。但是呢，无论是藏文或中文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当中，都并没有很清楚提到是如何去墨病或如何去治罪的过程。所以以下呢，我们就以这个化地部五分律，还有上座部的这个见度的里面的一些内容，来说明这是阿难当时是如何为这个产陀来说法。那么首先呢，我们说一下就是化地部五分律当中的是怎么说的。那么是有一次，
这是在居舍郭襄比，就是叫居舍弥，这个禅陀比丘，也就是车尼，也叫做禅那禅陀。那么他反正就在那里呢，他就恼怒了很多的僧众，反正他就在那边就让很多僧众就非常的生气。那么其中呢，就有一个比丘，那么他这个下印句结束之后呢，他就去见了大迦舍，然后呢就把这个禅陀比丘的这些做的这些不好的事情哦，就很清楚的跟大迦舍报告了。那大迦舍呢听了之后，他就叫阿难过来，他就跟阿难说了，这总是有时候要骂也是骂阿难，有时候要诉苦也是找阿难诉苦。总之这时候有问题了，也是把阿难给找来啊。你看，这时候他又把阿难，大迦舍把阿难找来了，就说你呀，赶快去这个居舍弥，你用佛语，用僧语，然后用这个梵谈法，就是用默病的方法去处罚那个禅陀，就是车尼。所以阿难呢就接受了，而且是带了500个比丘呢，就到这个居舍弥。所以你看经典里面总是记载就会带着500比丘，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500位哦。总之，就阿难带着500位比丘，就往这个郭襄比居舍弥那里去了。那这个产陀呢，就听闻说哦，阿难还有500位比丘要来，那他就马上就在外面就等着，也就是这个迎接阿难。外面他就等着，他就说啊，您为什么要来？他就问阿难，是不是要对我做不好的事呢？是不是要伤害我？阿难就说啊，怎么会是这样子啊？我是来帮助你的。产陀就说，你是要来帮助我的吗？那你要帮我什么呢？那这个阿难就回答说，我是要来以这个佛陀的语言、僧众的语言，然后要以这个梵谈法来处罚你。那这时候产陀他大概没有听说过什么叫做梵谈法，所以他就问这个阿难，他说啊，什么叫做梵谈法呢？那阿难就回答说，哦，梵谈法哦，就是说，只要你被处罚了这种梵谈法，一切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都不能够再跟你说话了。就是默病啊，就不能够再跟你说话了。那个产陀比丘一听了之后呢，他就闷过去了，他就这个太惊讶了，惊讶到晕倒了。他就说了，他就对阿难说，那这样子你这样子处罚我，你不就是等于把我给杀了是一样吗？阿难就说啊，你也不要担心，我呢曾经佛陀亲口跟我说，你呢会从我这里可以得到，就是你可以跟随我，能够证悟。所以你现在啊站起来，我会为你说法的。所以他也站起来了，产陀就站起来之后，阿难呢就为他说了很多的这些各种的不可思议的妙法哦。然后产陀呢，他也知道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然后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等等。然后他就远离了各种的这种尘垢，
然后他就从各种的佛法中得到了这种得到了净法眼了，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五分律当中的这段故事的一个记载。那么我们再看上座部当中哦，可以看到阿难他是如何调伏这个车逆哦，或者叫产陀比丘，又有一些稍微有一些不同。那么这又是稍微不同一点的故事。那这时候是阿难呢，他有一次跟一些长老比丘们说，他就说：“世尊呢，波涅盘时呢，曾经跟我说，阿难呐，这个在我这个灭度之后，你呢要令这些僧伽呢，要这个以梵坛法去罚这个产陀比丘。”那这时候长老比丘就问阿难说：“这什么是梵坛呢？你有没有问过这个世尊呢？你有没有问过世尊什么是梵坛？”就有一次阿难在跟长老比丘说嘛，所以长老比丘也没听过梵坛是什么，就是末病的这个处罚的方式。那这个阿难就跟这些长老比丘就说，就大德，什么是梵坛呢？我有问过师尊，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呢，这是什么？任何人都不能够再跟产陀说话了，不能再给予他教导，也不能够再教诫这个产陀比丘。这些长老听完之后就跟阿难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赶快去治罪吧，就去处罚那个产陀。”他们那些长老大概也很怕那个产陀，那他们大概也都不敢去，因为产陀实在是很凶的一个比丘吧。所以那些长老就说：“如果要处罚他，那佛陀要你处罚吗？那你就去处罚他。”那这是阿难就说：“各位长老，我怎么敢去这个处罚他呀？那个车逆就是产陀比丘，他是如此的暴力，如此的粗恶，我也不敢去，搞不好这个我去了还会被他这个揍呢。”那些长老比丘听了之后，他说：“阿难呢？你说的可能也是，那这样还不如，那你就多带一些比丘一起去吧。”阿难就说：“那也可以，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那这时候阿难呢就带着，又是这里说与大比丘中500人，所以呢这时候有500个比丘陪着他。大概是因为他一个人去，大概怕被那个产陀比丘这个揍吧，所以带着500位比丘也壮声势吧。所以之前我也说过，总是经典中你就会看到，要不就是500，要不就是250。不是哪里就是250。印度好像到处哪里，要不就是250，要不就是500，好像印度都到不就是这个数，到处都是这样的数字。大概很多就是一个代表很多的一个数字吧。所以总之呢，
所以他们就是乘着船哦，这一经典中说，就乘着船就到了这个焦赏弥国。那这时候呢，就有一个优陀延那王，那他们有一个园林，然后当时这个王呢，就在一个园林里面，坐在一个树下。那这时候这个焦赏弥国的这个王呢，国王，他就有很多的侍女，也都在这个园林中这个散步。那这时候侍女呢，就听闻到说，就知道说啊，我们的这个老师阿难也到了这个焦赏弥国，而且也到了这个园林当中，也坐在这个树下。所以这些侍女啊，因为他跟侍女就跟国王也刚好在那个园林，所以他们就跟这个国王说：“大王啊，我们能不能够去见我们的老师阿难？因为听说阿难就在这个刚好也在园林的一个树下在休息。”大王就说：“可以的，你们可以去见阿难。”然后呢，他们见到了阿难之后呢，阿难就为他们这个说法，然后为他们给予这个教示，给予他们劝导，给予他们赞叹等等，他们非常非常的这些侍女们就非常的高兴。那高兴之下呢，他们全部呢就结合起来，就供养了这个阿难呢，这个500个玉多罗的僧衣，这是七衣。所以你看，这里又来个数字，又是500。所以大概就是因为阿难身边有500位僧众嘛，所以这里也是500个这个玉多罗僧衣。所以供养完之后呢，也非常的欢喜哦，然后又绕这个阿难几圈之后，他们又回到了国王的身边。这时候国王呢也见到的侍女回来之后，国王就问侍女说：“你们见到阿难了吗？”那他们也回答就说：“是的，我们见到了阿难，刚刚见到了。”那国王就问：“你们有没有供养阿难什么呢？”那侍女就说：“有啊，我们供养了阿难这个500个这个玉多罗僧衣哦，就是七衣。”那这个国王呢听了之后，反而是很生气，就骂了这些他的侍女：“你干嘛供养？你们干嘛供养阿难这么多的僧衣？他就只是一个沙门呢，就是一个托钵乞食的沙门，他又不是一个这个商人，就是卖衣服的这个商人。难道他是要开这个商铺吗？要卖衣服的这个要开这个商店吗？”所以总之这个国王大概就是很不放心，到底这个阿难是怎么回事，所以他就决定还是要自己去看一看这个阿难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他就走到了阿难那边去。所以再怎么样，他还是很尊敬这个阿难哦。总之就互相的也讨论了，然后也互相的，当然互相也还是尊敬的。他也不是马上的就说这个，你为什么拿了那么多布啊等等啊，还是很客套的说了一些话，互相很有礼貌的说了一些话，然后总之慢慢的才开始进入主题。
最后呢，这个国王才说了：阿难呐，我刚刚侍女是不是有来到你这边？阿难就说：大王，是的，你的侍女刚刚有来过这里。慢慢这个就问了：阿难呐，那他们是不是有供养你什么东西呢？是的，他们呢有供养我呢500这个玉多罗僧衣。那国王就说：尊者啊，那你要这么多的衣服干什么呢？阿难就说：哦，大王啊，我这些衣服啊，因为呢，我要分给很多这些我的比丘，因为他们的衣服呢都旧了。这个国王呢，你说他怎么呢？他大概也蛮吝啬的吧。反正他继续问，他就阿难，他就问尊者啊，那些比丘那些旧的衣服你要怎么处理呢？他就大王啊，阿难就说，大王啊，可以作为那个睡觉的上面铺的那个铺垫。那他又问说：“那你旧的床上铺垫你要做什么呢？”哦，那他说旧的那个可以再作为另外的一种另外的一种床垫这样子。那个又旧了可以干什么呢？哦，那个可以再作为这个敷具。那敷具旧了，可以做什么呢？哦，可以做成那个士足擦脚的布。那擦脚的布旧了，那些擦脚的布旧的布可以干什么呢？那旧的擦脚布又可以干什么呢？阿难就说可以做那个毛巾哦。那你本来旧的毛巾可以干什么呢？哦，那些本来旧的毛巾，我们就可以把它切碎，切碎之后呢，就跟泥浆混合之后呢，可以做成，就可以把它，就可以，反正就可以涂在地上啊，然后回去，就地上不是裂掉啊，墙裂了就可以涂墙啊，涂地这个样子。这样，总之这个国王他问的非常的细哦。他这样就很清楚，问完之后，他就说：“哦，这个佛陀的弟子哦，他是不会浪费的，是很清楚的使用这些东西的，一点也不浪费的。”所以呢，他听完之后，他更放心的又供养了阿难，再500件的衣服又供养了。所以，总之那一次呢，阿难接受到了1000件的衣服的供养。所以当时有这样子的一段故事。所以为什么我想讲这一段侍女奉僧衣的一段故事？因为我觉得现在是很注重环保的一个时代。因为现在呢，我们是一个物质很丰富的一个时代，尤其我们现在物质是很丰富的哦，像僧团里面，或者大家每个人生活里面啊，你东西都变多了。其实有时候想想，你身边真的需要那么多东西吗？其实并不需要，而且常常你接受到很多的讯息，广告都告诉你你要更多的东西，你这个也需要，那个也需要。结果你身边的东西也变得越来越多。平时你是不知道你身边有这么多东西，但什么时候你会发现呢？就是你要搬家的时候你才知道。
你要一搬家的时候才发现，哇，我的天哪，我的妈呀，怎么我东西这么多，简直是头都痛了。所以，透过跟各位讲到的这个故事哦，你就看到过去这个佛陀的弟子，这些僧众们，他们拥有的东西，他们也都是非常的珍惜的，是不浪费的。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行为啊，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尤其我们现在是非常重视环保的时代啊，更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啊，值得我们效法的。那么接着这个故事哦，接着就是阿难要这个渡车逆哦，渡这个禅陀，所以接着呢，这个阿难就到了这个一个叫居士罗，就居士那国，或这里叫做居士那园。所以到了那里之后，所以总之在那里也准备了他的一个法座，也当然不是像藏传佛教我们提到法座这是很高的一个法座，不是的，在当时就是这样，可能就是一个矮矮的地位的这个地上铺了一个座位吧。那这时候呢，禅陀他也在那里，然后由于这个阿难呢，他毕竟也是皇室的嘛，他也是这个佛陀的这个堂弟嘛，所以这个而这个车逆呢，他又是以前皇室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职员嘛，所以我猜想他也是自然而然对阿难是有一份尊敬的。所以这里也提到他是敬礼这个阿难，然后退坐一面。那总之，阿难这时候就对这个产陀就说：“产陀啊，这个僧众们啊，僧伽呢，现在要我呢，对你做这个饭坛，就是对你做这个末病的这样的一个处罚。当时大概都没有人听过这个饭坛这样的一种处罚。那这时候他就问阿难了：那什么叫做饭坛？他就对禅陀说：总之呢，就是谁要对你说话都不能够，就是任何人都不能再对你说话了，不能再对你给予你教导，不能再对于你教诫。那他听完之后，他就说：阿难啊，这样不是就跟杀了我是一样的吗？然后他听完之后，他也就是闷绝而倒地哦。总之呢，他当时就被这样子处罚之后，他非常的辛苦，因为不只是比丘比丘尼不能够跟他再讲话了，任何的人呢，就是这个优婆塞、优婆夷，就所有的佛弟子都不能够再跟他这个讲话了。所以他内心也是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的辛苦。然后再加上他也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的惭愧。然后，但也逐渐的，他自己也独自一人哦，然后开始不放逸，然后非常的精进而住啊，这样子的修行。那不久之后呢，他呢也逐渐的，总之呢就现证了，可以说证悟了，就得到了这个阿罗汉的果位。那就像经典中这里形容的，就是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所以总之就是说，他慢慢就证得了阿罗汉的果位。那他得到之后，那他又去见了阿难。
他就对阿难说：“他说阿难呐，我已经得到了，那请你呢停止对于我的这个处罚，就是停止对于我的这个饭坛这个墨病。”那这个阿难就说：“这个朋友啊，产陀啊，那么你已经得了阿罗汉了，那么你的这个饭坛的这种处罚呢，它也就停止了。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哦。所以一个结尾，我们做一个结尾哦，这是在上座部的这个见度哦，他就提到了这一次的第一次结集呢，他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呢，第一次结集呢有500位比丘，这里提到不多也不少，所以呢，这一次的律的结集呢，就叫做500结集。那么在有这样的一段讲话之后，这样记载之后，最后还有一段这个颂文啊，一段祭文。那因为这里面内容大概之前白话就是我们都讲过了，所以这里祭文我们就不多说了。那么这里我们大概就先休息半小时，然后接着我们再继续。다시 합니다. 아주 그것도 담비고 고리야 가된 수업지 나올래야 시수 미러에 배난다 시수 담보的虚心别忘都当呢。那么以上就是经论当中第一种啊，关于第一次结集的说法，还有故事。那接着第二种说法，就是有关就是大制度论的说法。那么这一次我们分为这样2种说法。那么这只是我从很多经论当中为了这一次马厄夏季课程啊，特别选了这样子2种说法啊，为了这次课程而选的，并不是说过去就有这样子特别这样子分为这2种说法，这样子的讲说方式并不是的，而主要是想要依据律典中的说法来做这样一次的讲解。举例来说，就是法护部的这个4分律为主，然后我们以这个化地部的5分律，还有上座部的这个同叠部上座部或者说同叠部的这个内容见度，然后等等这些为辅来讲说。那这样子我想我们可以对于第一次结集是什么大概对于这样一个会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而如果我们从大乘和小乘来讲这些我们讲的主要都是声闻乘，就是小乘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接下来我们第2种说法主要就是大乘的说法了。
也就是大制度论里面的内容。从大正的角度来看，这个第一次结集是怎么样的？那大制度论是第4世纪的时候，然后翻译的成这个汉文的。当时是在龟兹这个地方，也就是现在是在可以说新疆这个地区。就是鸠摩罗什，来自这个龟兹鸠摩罗什大师他所翻译的。他就像是非常著名的这样一位大师，就像是西藏的贝若扎那大师一样。这个钱呢，这个样别人查吧全部的拿了了，这老先虚拟说跟咱他给修改太远的，太越南面那什么的，这个这头把三块都需要的。看大家马上就拍了呀，老先别让在那的，大家老是为给拿了呢，这给他全部是也不能行。等呢，马上就开始嘞，越南拿了嘞。虚拟说的给他什么啥的，但第二个嘛，我给去摸起来吧。刚大家第一个兄弟，先先当然给不是的，但不给这个的，按住。总之呢，这个大制度论呢，是对于这个般若经的一个注解。那藏文里面并没有大制度论，并没有翻译这部论。作者呢是龙树菩萨，当然这有争议不同的说法。那总之我们要讲的就是大制度论当中怎么说这个第一次结集。那主要分为几个部分来讲。那这里首先我们会讲到佛陀入灭，然后还有诸天理迦舍，还有迦舍及阿罗汉，还有为何千人，还有到王舍城结集，还有直问阿难等等，大概有几个部分，这是今天可能会讲到的。然后之后呢，还会有几个部分的。那么首先呢，就是大制度论里面有关第一次结集的第一个是佛陀入灭它是怎么提到的呢？所以大制度论里面它引用到了一个叫做集法经，所以它主要是引用了集法经这样一部经。里面就提到佛陀涅槃的时候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当时是大地是有6种震动，那这种6种动呢，是不是现在好像是6级的地震是不是一样的呢？但总之会形容说它是不会伤害到这个众生的。总之佛陀在进入涅槃的时候，大地有6种动。
然后再形容到说诸河流呢是这个倒流的，然后再来有很强烈的这个暴风，然后还有这个黑色的云哦，这个出现，然后雷电出现，然后到处有这种流星哦，然后还有这种狮子哦，各种恶兽都有这种咆哮呼吼，还有天人，还有这种总之世人天人呢，都在那边这个呼喊跟哭喊，就说着啊，佛陀涅槃了，真是太痛苦了。这个世间的这个眼睛啊，这个消失了。然后同时呢，当时大地上一切的这些草木、树木，很多这些花朵，很多都裂开了，都枯萎了。还有这里经典形容说，当时这些须弥山都倒下来了，还有这个海水哦，都这个波荡，然后地大都震动，总之很恐怖，山崖都崩落。还有各种的这些池塘江河哦，总之湖啊，都变得非常的浑浊，都开始在扰动、搅动，变得非常的浑浊。然后白天你都会看得到各种的彗星在天上，大家都在哭着哦，非常的忧愁。然后有学之人呢，这时候都不说话，然后都非常的忧愁。那么这时候无学人是指的是这些已经证悟的，像阿罗汉等等，然后都安住在这个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这样的了悟当中等等。总之呢，一切天人夜叉罗刹等等总之都是非常的忧愁。然后接着阿罗汉呢等等，他们的心中都在想这是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偈言哦，就是说他们心中想，就是说以度凡夫的这种恩爱的河流，老病各种的老病死呢，都已经超越了。대는 신체지 풍부의 제베 류디 유예기링리야 아니 동해 쇼용데도 드리 인디 드리 풍불하마메 양에는 나와 제기 인송체네 다급디 두산에 자정바 지최를 슈디아바다 나최를 슈디아바다 然后总之然后经已入这个无余的这种涅槃。然后总之在他们这里在形容这种所有的阿罗汉呢，他都各随着他们的心意哦，就舍身都涅槃了。
有的这些阿罗汉呢，就飞腾到虚空当中，就像是大雁是一样，飞到了天空当中，实现了这些神通力，然后也让很多人见到之后升起了信心，亲近的信心之后，然后就涅槃。大个地区啥呢？但啥样的吧？哈，对了这种呢，这都是佛陀涅槃那个时候。同时呢，那么当时所有的天人，从六欲天到这个遍净天等等，他们看到了这么多的阿罗汉都也涅槃了，他们心中也在想啊，这个佛陀涅槃了，这些所有的佛陀的弟子，这些有智慧的弟子，这些阿罗汉们，他们也涅槃了。那么这些所有的众生，还有着这些各种的贪嗔痴，各种的还有这样子的烦恼的这些，有这些烦恼病痛的这些众生。那么这些能够治疗众生病痛的，具有这些法药的这些有智慧的，像是药师一般的这些佛弟子都灭度了，那谁能够治疗他们呢？然后这些天人也在想说，同时无量智慧大海中的这些弟子们，出生在这些无量智慧大海中的弟子们，他们就像是莲花一样，但是现在也都干枯了。还有佛法的树也都摧折了，佛法的云也都散灭了。大智慧的象，这个象王，大象之王也逝去了，大象的孩子也跟随就走了。佛法的商人都走过，都逝去了，那还有谁能够求得这个法宝呢？等等。这是第一段。那么接着第二段呢，这是刚刚是形容佛陀入灭。接着呢，这里记载说，接着诸天他们就来，天人呢就来礼敬这个迦舍。刚刚是色界天哦，那无色界天当然他们没有在想什么，他们就进入在这个定中嘛。那除了那些无色界天的天人之外，色界天的这些天人，他们是非常的这些担心的，所以呢，这些天人呢，他们就来礼敬这个迦舍，所以他们就首先呢，他们就这个念了一个颂文，他们主要先是赞颂这个迦舍。就说，首先呢，您非常的长寿，您已经断除了您的贪嗔痴的烦恼，您的身形呢，就像是紫金一般。之前我们就说过，大迦舍他的身形是如同紫金是一般的哦。然后他的身形从上从下去看的都非常的庄严。然后他的眼睛呢，清净如莲花是一样的。赞颂之后呢，他们就跟大迦舍说：“迦舍呀，你知道吗？这个佛法现在非常的
危难紧急的时刻，佛法就像是一艘大船，但这个大船呢，下面破了一个洞了，这个船快要毁灭了，这个佛法的尘也快要毁灭了，这个法海也快要结了，这个法床快要倒了，法灯也快要灭了，等等哦。所以呢，请你呢，以大慈悲心要建立这个佛法。所以这里形容呢，首先大迦叶呢，形容他说心就像是大海一样，是沉静不动的。我想说，如果一个人的心像是茶杯一样的，茶杯的水，那是这只心量很小嘛，会动来动去的。但这里你看经典形容他的心像是大海一样，是沉静不动的。所以他听到这么可以说危急的这样的时刻，但他的心是非常稳定，如同大海是一样的。所以他等了很久之后，他才回答说：“你们说的是真实的。”那么，就像你们说的一样，的确不用等太久。这个世间，慢慢的，大家就不会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了。众生不会再有智慧了，就会变得是迷茫了。换句话说，这个大迦叶他就是默然的，他就是同意了，接受了这个天人们的请求。那这时候，天人们也就礼敬了阿难，然后这个大迦叶，然后就忽然不见了，就消失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天人之前是非常的紧张啊，因为看到这些阿罗汉们全部都涅槃了，所以赶快这第二段就是说他们来见这个大迦叶，祈求不要让这个世间这个没入到这个黑暗一片，这个迷茫啊，能够请大迦叶来救度这个世间。接着第三段，这个迦叶呢即阿罗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和阿罗汉和那个这个声闻乘的经典里面，我们前面所讲的就不太一样。所以你看声闻乘经典里面，像四分律里面所讲的，就是我们一般会看到的，就比较符合实际现实的情况在讲的。可以看到这里大智度论在讲的就是天人啊这种在的一些情况。所以接着呢，这里就提到大迦叶即阿罗汉了，就召集阿罗汉们。因为天人们的这样子的祈求之后，大迦叶他心中就想，我要怎么做才能够让这个佛法能够很长久的三大阿僧祇劫的这个让佛法驻留呢？他就想说，如果我要让佛法长久住世，那我就必须要让这个三藏结集，就是结集这个经藏、论藏跟律藏。所以如果我能够将佛陀所说的这个经律论三藏结集起来的话，那么佛法就可以久住。
那因为在这之前呢，佛陀是对不同的人说了这些不同的教法，所以经律论的内容可以说都是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所以就有点像现在如果是一位大师，一位上师，他可能有很多的弟子，他为了这个弟子，他到了一个地方说了一些法，对一些弟子说了一些法。那如果后来有能力的弟子，他就把他这位上师不同的地方所说的不同的内容全部的收集集合起来，就像是这个样子是一样的。所以当时大迦叶他就想说，我就应该把所有佛陀在不同地方对不同的人所说的这些教法结集起来，那么就可以让佛陀的法教长久住世。所以他就讲说，这样子的话，就未来就可以为人演说，这就是佛陀为众生所说的教法等等。공예 망보시 교연세 아니 담배 취 찍찍이 채도 있네야 다가다 공예 망보시 교연세 되는 매바 두머치 거는 루샤베 담배 취에 대해서 아는 공 가서 매바 두매 건 담배 취에 대해서 주那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呢？最主要是因为佛陀呢，他是生生世世的努力的，这么辛苦的利益众生而所说的法，而为人讲说这些教法，所以我们也应该要这样子结集起来，然后去宣扬跟开示等等。所以接着呢，大迦叶这样子之后说完之后，他就到了须弥山顶，他就拿着这个铜制的这个剑锥哦，就是一般是一个木头的一个剑锥哦，他就拿了一个铜的剑锥，就敲击了这个铜的剑锥。就我们常会敲这个剑锥，就召集大众嘛。他敲了之后，他就说了一个偈言。他就是意思就是说，敲了这个剑锥之后，他就告诉所有的阿罗汉们，就说所有的佛弟子，如果你们如果意念这个佛陀的话，你们要报佛恩，你们就不要这个进入涅槃。所以当时呢，他的这个敲击的这个剑锥的这个声音，还有大迦叶他的这个念诵这个偈言的声音哦，就遍满了3000大千世界，所有人都听闻得到。所以所有有神通的弟子们呢，全部都集合到了大迦叶那里去。因为你可以想象，因为当时是大迦叶到了这个须弥山顶嘛，就敲了那个剑锥，铜的剑锥之后，然后说了这个偈言之后，就说所有的佛弟子，如果你们意念要报佛恩的话，你们都不要入涅槃。然后有神通的弟子听到之后，全都到了大迦叶的面前，他们就对大迦叶说什么呢？到了之后，大迦叶就对大家就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佛法就将要这个消失了。那么佛陀那么辛苦的三大阿僧祇劫的，为了利益众生说的这些法，那么现在佛陀已经涅槃了，那么佛陀的弟子们是知道佛法的，持有佛法的，诵持佛法的，也随着佛法这个灭度了。如果现在佛法也消失的话，那未来的众生是非常可怜的，他们
将会失去智慧的眼，将会变得非常的愚痴迷茫。所以佛陀是具备大的慈悲的，是哀悯众生的。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要好好的承担起佛教，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要结集这个经藏。所以我们结集完之后，你们就随你们的意思灭度就可以。那么讲到这里，那么在中国佛教里面有一部典籍，唐代的，叫做《法院珠林》。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部文献，里面有很多关于佛法的一些内容，里面有针对这一段有不同的一些记载。那也是跟大乘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啊，就是说佛陀灭度之后，那经过了7日7夜啊，当时大迦叶就跟500阿罗汉说，就是要这个敲击了这个剑锥，召集了大众，就召集了500人，然后呢，然后接着就说，所有证得了阿罗汉这个6通的人呢，就是6种神通的阿罗汉的人呢，全部要召集到这个阎浮提这个梭罗双树间。所以是大家是告诉500阿罗汉说，你们要去召集所有这些人来。所以接着500阿罗汉听闻到之后，所有人就好像伸了手背一样，就伸了手背，就是伸手背的这样的时间而已，就到了这个十方的恒河沙的刹土去。结果就召集了8亿8千的阿罗汉，全部回来到这个娑婆世间。This is different dimension， 什么的，然后这又是不同的。另外一个维度啊，아주 그 통과나 참참지 티버 침비기 계좌대 중 아주 통과나로 샤나양티 다다 되게서 말았어. 所以很多时候大乘的时候又是完全不同的维度的在讲的东西。다가나 망부시지 가수래요. 다 좀 망부시지 좀이 알아. 다 좀은 디나로네 군고 피비기 안에 야로 칠동 지금 다음에 알았어. 所以接着再回到大智度论哦，所以总之呢，这时候所以接着回到大智度论里面哦，就说到在结集的时候呢，是提到说结集的时候有1000人是在结集的，所以其中呢，大迦叶是选了1000人，里面除了阿善除了阿难，然后是有这个1000人的。那这里有提到说，这1000人当中的阿罗汉呢，是有很多特质的，有很多功德的，是得了6神通的，有得解脱的，等等等等，很多的特质。譬如说，他们是能够诵读3藏的，能够知内外经书的，能够很多很多的功德。
再来一个内容就是为何有千人呢？那大制度论里面提到第一次结集是有千人，为什么是有千人呢？所以这里是用问答的方式来说明的。这里提问说，这时候当时有无数的阿罗汉，那为什么只选了1000人来结集，不多选一些呢？回答的是说，这里提到说，当时频婆娑罗王他也得了证得了阿罗汉果，而当时呢，当时的84000的他的官员呢，也都得到了这个阿罗汉果位。아니 치료받이 수익이 나서래 지 강에 돼야 다야지 도발롱한다 된데기 지 년가 유에 인류 나서 거도 제베링래야 자원이니 치료원 드라민도스 치료원 드라비 있는 나서 바지요 사래 근데 다 개별 컵래야 치매나 로딱바르시 지 샤라 표서를 지기 근데 사자를 좀 미세 쇠시 대래야 결론驱动了呀。当时呢，总师频婆娑罗王呢，当时他就有一个规矩他就是会供养这个饭食然后是会供养1000人的。所以之后到了阿舍世王的时候呢，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传统。所以大迦叶当时就想说，那我们在集会的时候，如果总是还要去这个外面托钵的话，会遇到一些障碍会很麻烦，那么也会障碍到我们这个结集。而王舍城呢，总是会有这样子的设1000人的这种供养，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结集，那就选1000人，那就是刚好就可以选1000人，在这里有1000人的供养，所以选了这个1000人，不多选超过1000人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接着呢是到王舍城结集。那这里就说大迦叶呢，就跟1000人呢，就到了王舍城的奇舍绝山。当时呢，就跟阿舍世王就说：“你呢要为我们准备食物，这每天都要送过来，因为我们要在这里呢结集这个经藏。”法院主任啥个，人不是确实啥个兄弟拿了呀？派遣单位给根据派不起。然后呢，接着呢，这里就是到王舍城结集这一部分呢，法院诸领里面呢也有一段这个记载。那这里呢是引用到了这个摩诃僧祇律的一个记载。那这里呢写得也很清楚这里呢是说大迦叶跟1000位比丘呢到王舍城，那他们是到了这个刹帝山库也就是七叶库。然后呢，他们首先也是准备好这个床铺，然后还有准备庄严这个世尊的法座也都准备好。然后在世尊的法座的左面是准备好尊者舍利佛的法座，然后在右边呢是这个目犍连的法座，然后再来再准备这个大迦叶的法座，然后再来次第的准备好各种的床褥都准备好，总共4个月的这个供具都准备好。那都先准备好是为什么呢？因为在要结集法藏的这些时间嘛，所以都不会外出，所以都先准备好4个月的。
那么接着大众就聚集起来，但所有的结集的全部都是阿罗汉，其中呢有一些呢是跟随这个曾经跟随世尊的佛陀听闻过一次这个戒律的，就是这个毗奈耶的，有的呢是没有跟随着佛陀亲自听闻的，但跟随着声闻众其他的弟子听闻过一次这个毗奈耶的，或者有的跟随佛陀听闻过2次，或者跟随过其他声闻弟子听闻过2次的等等。总之呢，大众就讨论，就说我们就是要总之要召集集合呢，就是跟随过佛陀，或者说跟随过佛陀的弟子声闻众的，不论是听闻过1次或2次的这些弟子要集合起来。所以刚开始说这里说来了1000人嘛，但这里讨论的时候又说要500人等等，不晓得这里讨论是怎么回事。所以总之可能来是来了1000人，但讨论的时候这里他们就只有500人哈。总之，但是呢却不满500，就是少了2人。所以总之呢只有498人。所以呢他们在讨论就说还是应该要满500人才行。所以之后呢，这个长老就是阿那律尊者，他就来了。所以这时候499人了，那但还是少了1位。所以他们就在讨论说，那还是少了1位，那就该怎么办？这个喇叭学个是念不学的噻，真的这个念点去多，离跑题噻，离跑题，大家念点就是明天加个套了嘛，都这个的上次给的是念嘛，就现在加个过上了而已，是啥？那总之呢，这时候呢，大迦摄尊者就叫一个弟子叫离婆提，就叫这个目犍连的他的一个弟子叫离婆提，就要他去33天去叫一位比丘，叫做素提那比丘，叫他来。你去跟他说，世尊呢已经涅槃了，你把他叫来，一起来结集这个法藏。那这个离婆提呢，他就到33天去了。总之呢，他就到了33天去，就跟这个素提那比丘就跟他说，世尊已经涅槃了，你赶快大迦摄要我请你来这个结集。他听了之后呢，非常的难过，就说世尊真的涅槃了吗？那他就回答说是的。结果这个比丘听了之后，如果世尊还在这个世间的话，那我就会去；但如果世尊已经涅槃的话，世间也已经灭了。他说完之后呢，他就上升到虚空，他就以自己的这个三昧之火，然后就燃烧自己，就圆寂了。那这个离婆提在33天就见到这样一个情况之后，那他就回到了这个人间，就到大迦摄的面前，跟僧众就说了这样的事情。
就说我见了这位比丘，那他就以三昧这个真火，就这个燃烧自己，就涅槃了。那大家是又把他派到了33天，又派他到了另外一个宫中啊，叫利沙赤的宫中，去要他叫另外一个比丘叫做焦梵波提，去叫那位叫他来。再来呢，就第二次呢，又叫他到这个一个长老叫善见，在香山的叫善见。另外呢，有一个叫长老颇头喜那，在游戏山，还有一个长老拔却离在占婆山，还有一个长老叫玉多罗，在净山的。然后还有一个在光山的这个尊者木莲弟子，叫大光的。还有一个在曼陀山的是尊者舍利佛的弟子，叫某叟卢。还有一个在摩罗山的尊者叫罗度。这反正就是等等，就是要叫过来。这个离婆提大概是有神通吧，反正他就到处的一个一个去请，反正就一个一个请。但是呢，每一个都是听到佛陀涅槃了，每一位都涅槃了，都是说如果佛陀在世间我都会来，但是都知道佛陀涅槃了，每一个都涅槃了。但是最后呢，他来到了这个毗沙门天宫的时候，他去请了一位叫做修密多这个阿罗汉，他就到了那里之后，他就跟这位修密多阿罗汉就说：“长老啊，世尊佛陀已经涅槃了，那么我来这里请您去结集。”这位叫修密多的比丘听了之后也是很难过，他就说：“世尊真的已经涅槃了吗？”那离菩提说：“是的。”他就说：“如果世尊还在这个阎浮提世间的话，那么我就会过去。但世尊涅槃的话，世间也灭了。”说完之后，他也是以神通就上升到虚空，他也入三昧火。然后也燃烧自己，也入于这个涅槃了。那这个离婆提又回到人世间，又到大迦舍面前，他就跟他说每一位我去请的那都是这样，都自己就入三昧禅定，然后就入涅槃了。大迦舍也就跟所有的长老就说：“好吧，我看我们就这样子吧，不能再这样去请他们了，不能再请他们了。所有被我们请来的全部都涅槃了。如果我们再请的话，大概不会再有阿罗汉还活着了。那这样世间呢，不会再有这个福田了。事实上呢，他们不用这样子在远处去求。事实上，他们旁边就有一位嘛，就是阿难，不是就在旁边吗？根本不用这样的东边飞西边飞的飞来飞去，求也求不来，不止求不来，还让那些阿罗汉就火化，就自己就往涅槃了。但是都没人注意到，都没注意到旁边有阿难在。这时候终于有一位比丘他突然就我们
各位长老啊，我们旁边不是阿难在吗？他就是佛陀的侍者呀，他就是世尊就曾经赞叹过他的，我们就应该这个请他来，不是吗？其他那些每一位阿罗汉被我们请的全部都涅槃了，这太困难了。大迦叶一听不行，马上拒绝，不能，怎么可以请阿难？他这样一个还在有学的人，我们全部都已经无学的这样一个阿罗汉，都已经得到自在的无德中，这自在的这样子的阿罗汉当中，他就像是一个得了这样的一个皮肤病的这样一个豺狼一样，这样一个得了皮肤病的这种豺狼，好像进入到我们这样一只这种狮子群当中是一样的，这样怎么行呢？为什么这么看来嘛那的？所以总之呢，大家是不让阿难进来，而且阿难呢又被说成是这个豺狼是一样的。然后接着是质问阿难，所以当时就是在结夏安居。所以在这个初15日的这个布萨的时候，要说戒的时候，那僧众要集合起来嘛。那这时候大迦叶就这个进入禅定，他就以这个可以说以天眼这个观察。那这时候他就看到说，所有大众都是已经断了烦恼。那他就看说，谁有烦恼没有断的，就要这个要并除哦。那他就看到说，只有这个阿难哦还没有断除烦恼，所以其他999人都已经断除烦恼，都是清净无垢的。所以这时候呢，大迦叶呢就从禅定当中起来哦，就牵着阿难的手，就要把他赶出去，拉出去。这个应该牵着，就是拉着他的手就把他赶出去。就是说，所有都是清净的大众在结集经藏，你是没有清净的，你要出去。可以想象，这是很不好意思的一件事情嘛。这大众当中，那阿难当然还没有证悟的，他可能也是还是会感到不好意思吧。所以这里就形容到说他是很惭愧，也是很难过，他也难过的哭了。他就自己在想，他说我25年跟随这个在佛陀身边，我都还没有这么的苦恼过。고저기 투랑아 취투어 말사 고저가 쇠투어 말사 규뉴모 마바르즈 마비인 거 상계기 티랑아 데들 상계 규뉴모 마바르즈 비인 거 민데스 这个就说佛陀都那么的慈悲哦，都忍耐着我，都能够这样子的慈悲的把我留在身边，你们都竟然还把我赶走，这个意思。接着他就对大迦叶说：“我是有能力的，我是可以这个得到的。”接着他对大迦叶说：“
我之所以没有得阿罗汉，不是因为我没有能力，而是因为我就是要这个做佛陀的侍者，所以我没有证得阿罗汉。因为呢，如果我成了阿罗汉的话，那个我就不方便成为佛陀的侍者了，因为佛陀如果要我指使我做这个做那个的话，那就不方便了。所以我是故意的，这个留了一些这种叫做烦恼，故意不断。所以他就特别这样子对大迦叶说。所以你给我一点时间，我是马上可以得到的。那接着他是如何这个证悟的，那得到的，这过2天之后我再说。那这里还不是就马上很简单把他赶走啊？这里大迦叶还马上还接着要说出他的你犯了什么样的罪等等，这个在之后的课程会再讲。但之前已经稍微讲过了他什么样的罪过，但之后会再讲得更清楚一些，就《大智度论》里面怎么说的。